郭董跑去东门市场，东门市场的伊离新屋帮较近，迄个柯文哲因兜嘛是附近，伊就搁冒出一句话讲，我拢是买遮的菜的啦，就是要跟地方有关。伊一落车，迄个带队的迄个可能是主委啊，伊就讲，郭董你今天来刚好。伊讲为什么？伊讲因为今天人比较少，路比较好走，安尼啦。结果郭董一行入去，摊贩都无开啊。伊讲这几摊怎么都没开？伊讲因为他们是凌晨1点到早上8点，你太晚来了，他们都没开，安尼啦继续行去找到一个卖鸡肉的啦郭董就甲讲恁即摆有欠，恁即摆后先看一电话讲，恁即摆有欠鸡肉无？台湾料你有欠鸡肉？伊讲还好呢。台风料欠的应该是叶菜、蔬菜吧。伊讲，听说鸡肉有缺啦。郭董讲，迄个摊商讲，无啦，无欠啦，是较少尔，因为天气热，所以鸡啊洗较慢啦然后他就说，听说鸡蛋有缺哦。迄个摊商讲，没有啦，也没有缺啦。伊讲，是不是因为有进口蛋，所以那个鸡蛋没有缺？伊讲无啦，即摆进口的足少的啊，即摆无人要买进口的，咱国内都有够啊啦叫郭董就挡袂掉，伊讲。你卖鸡肉几年了？伊讲我卖无久啦。迄个欧巴桑讲我卖无久，伊讲到底是几年？伊讲我卖60年啦。郭董赶快灵机一变了，讲恁最近有你最近有赚比较少，赚比较少嘛伊讲啥？迄个卖鸡排讲也还好啦，伊讲毋是讲啥物物价涨，伊讲那物价涨，阮就加减趁啦，迄个要买啦嘛，想要升级嘛阮就卖趁遐济了。伊讲，所以你起码减趁对吧？他想要讲出这句话，然后那个阿伯他说嘛还好啦，伊讲以前那个蒋经国时代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赚比较多？因为一天有60年嘛迄个卖鸡还讲迄个时搁愈惨，迄个时拢无趁钱。今麦有较好啊，今麦伊就讲不然这样啦最近5年，他就要讲那个蔡英文嘛，郭董讲最近5年你们有没有赚到钱？伊讲有啦，最近5年都有赚到钱，你知不到尾郭董无法度，就走去找一个卖菜，行就等一个卖菜，伊讲这台湾来的菜有没有涨价？伊就讲没有呢，台风来之后这个菜就跌下来了。伊讲怎么会跌下来？伊讲那是台风前有涨啦。郭董就讲。那听说高丽菜现在1颗300-400块，迄阿伯讲，迄是高山高丽菜啊，本来就比较贵啦。伊讲，那台风之后现在有没有更贵？伊讲因为台风他们是高山的啦，还没运下来，这个我不知道啦。不搞不了问题的，安怎问都没有得到那个郭董想要的答案啦即摆就到尾啊，到尾有一个讲，郭董我们会伊讲郭董们讲。你们这个现在生意怎么样？一共生意整个市场生意比较差。一共为什么？一共隔壁开全联呐，开全联那个有冷气啊。现在年轻人都不来我们这种地方了，都去那里买了。那个菜不新鲜呐，上面肉不新鲜呐，那。可是年轻人喜欢去那里。郭董讲，那台北市政府有责任。农业会也有责任，为什么不帮你们装冷气？你本来唔知在讲啥，也郭董讲。这个政府应该把你们装冷气，让你们像全联一样，生意就会好了。可以摊贩讲，没有，我们的客群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传统的，我都买老客户下年那拢去买全联，伊讲，那现在物价怎么样？那个政府到底有没有来关心你们？伊讲不用关心啦，这个消费者也知道这个物价都会波动啊，反正再怎么做，最好问到迄个什么联署就讲郭董你出来选，我们一定会连输你啦！就两赛话，郭台铭动善，结果迄个卖菜的讲，不要在这里喊这个啦，因为我们这里什么党都有啦。你想迄隔壁民进党的，亲民党的阮菜市仔卖菜无咧讲这啦，那卖大家讲什么联署的代志啊？郭台铭讲，你们有困难就要讲出来啊，政府都不知道，我就是要来帮你们解决问题的。比较了一个讲，我们要联署。什么时候开始联署？我一直没采讲，真的不要在我前面讲这个啦我们客人什么党的都有啦，不要再讲。这场不了，口头啊，帮你转导的。你这场你也当听哈你久10点直播10点直播这从头到尾，我只能认定一件事情：郭董现在所有厨房行程都没有谁好了。
伊就直接弄进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才会找出这很奇怪的答案。不过那些摊商呢，就真性情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郭董要什么答案，所以都没有套招啊。郭董就一直没有抓到他想要的那一个字啊，所以呢就去打廖哥招给另外一打，后来就草草结束了。